而家咧我就坐喺朗天峰一個三房單位，530幾尺，開到三房，仲要景觀開揚，有埋家私嘅個單位。我自己覺得呢個景觀真係好吸引我，咁我而家同大家入屋去參觀下。朗天峰高層26樓，連家私嘅單位，539尺，三房設計。客飯廳附設咗個露台位置，望出嘅景觀好開揚。嘉利建設3米半樓底高度玻璃幕牆，隔音隔熱。廚房空間亦都唔細，亦都有窗。飯廳可以擺到4個人嘅長形餐台，客廳亦都可以擺啲大型嘅梳化。坐喺客廳梳化位置望出去嘅景觀，藍天白雲。浴室洗手間入邊有個特色嘅牆身，但係呢度係冇窗，屬於客廁。而另外兩間客房各自都有個大嘅採光窗，望出去亦都係好開揚嘅景觀。主人房左手邊擺到個大衣櫃，雙人床可以挨窗邊安放。朗天峰暫時嘅招標單位得返3間嘅啫，如果大家有興趣，記得快啲聯絡我康臣啊。另外3間中淨係得依間26樓係帶家私嘅，大家有興趣記得快啲聯絡我康臣啊。